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曾经以煤矿闻名全台的苗栗南庄。听说全盛时期，全乡有高达25座的煤矿厂，只可惜现在都已封闭。但是在这里还有位老矿工，要带我重回当年的采矿生活。这是当时的工具，但是我们要进到洞里面的时候，一定呢，我们要领这个电池。这个是现在我们叫做卡片。那么在早期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名牌。比方说你要领这个电池咯，这个电池我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以后呢，这个名牌我就在这里挂上，挂上了以后呢，那你下班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电池交给我，然后这个牌你要拿回去。若是说你没有拿回去的时候，表示你还在洞里面，是不是发生意外？或者还没有回家？是不是等于现在的那种上班打卡、下班打卡？对，是一模一样。在阿爸的指导下，穿好装备，我准备体验煤矿工人的辛苦。好，那我进去看看。好，那你去体验这个十字高要带上哦。好，对，体验当时工人的辛苦。然后呢，你弯腰的时候，你都背了，不要涂上去哦，会被上面的那个石头刮伤哦。好，那我就上去喽。好，那就上去体验一下啊，矿工的生活。好对，你的重心不要对。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趴着，然后往上，对，然后这样挖。那石子高呢，再进去。这样对，然后呢，挖了一阵子，上面敲一敲，平的敲那个上面，你那个屋顶上那个上面，对，好，你听那个声音，是不是这个声音不坚固的声音？对，若是不坚固的声音，你要打柱子或者马上离开，就会有危险。这个很重要哦。对，好，太好，继续工作了。继续工作对，好，开始工作了，对。有看到吗？这个难度就在于，其实只有一点点的角度可以去挖这个煤矿了，我完全没有上下的空间，就是这样子慢慢挖，一点一点的挖。原来开采煤矿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除了要在阴暗的隧道中半躺在狭小空间内，一天工作6-7个小时，忍受潮湿闷热、污浊的空气，不能立起身来，还要随时注意坑洞岩石的状况，真是一个天天在跟老天爷搏命的辛苦工作。